127方喺中山城區啊，可以買到南北對流嘅大4房啦嚇。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到上東新天地啦。呢個127方嘅戶型都做到子母門開門嘅嚇。咁跟住咧入戶嘅呢個鞋櫃咧交付標準嚟嘅，包括我哋依家所睇呢個戶型亦都係個交樓嘅標準嚇。客廳嘅中央空調咧亦都係一個標配嚟嘅，包括電視嘅背景牆亦都係個標配。主陽台咧就喺北邊，北邊嘅視野咧係非常之開闊嘅嚇，睇遠處嘅山景啦，同埋睇東區嘅城市景觀嘅。採光係非常之明亮嘅嚇，127方睇下做到4米幾嘅客廳開間啊，包括餐廳嘅開間都有3米多嘅嚇。OK。前邊南向嘅一個生活陽台咧，我哋日常嗰個晾曬啊、洗衣空間係冇問題嘅。北向咧，咁我哋就可以做一個風窗嘅設計啦嚇。咁呢邊過嚟咧就係我哋嘅廚房位置啦。廚房咧係3件套都係交付標準，前邊有個大窗戶咧，採光咧亦都可以得到保證嘅。嗱，我哋講翻啦，呢個陽台咧係可以封窗嘅，因為我哋係雙陽台嘅設計啊嘛。OK， 呢邊過嚟4間房啦。首先左手邊咧就係公共衞生間啦。呢個衞生間咧都好開闊嘅嚇，3段式嘅一個乾濕分離嘅。咁跟住2間房間係北向，2間房間係南向嘅。採光面係非常之充足㗎，每個房間咧大概有10個方座嘅面積。呢個第2個房間啊，呢間房間嘅飄窗係冇㗎，敲掉交付俾你嘅。咁跟住第3個房間係南向嘅。最後睇一睇你嘅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嘅面積亦都係非常之大㗎，大概有20幾個方。亦都係睇小區中間位置比較安靜嘅。呢邊就係我哋嘅主套啦。OK， 呢個視頻呢，我哋就睇完咗上東新天地127個方嘅4房嘅交標啦。如果有興趣呢，可以啲話子㗎，依家優惠價呢150萬左右就可以攞低㗎啦。首期呢係大概20個出啲嘅啫。